以前日本有一套叫《電波少年》嘅電視節目，啟發咗我哋環遊日本一周嘅旅程。點解要叫電波？聽聞係因為電波無處不在，旅行亦都係無邊無際嘅。喂，係咪呢條路㗎？喺度㗎啦！哇，又係斜路啊！出發啦！對面嘅啊！好。冇人會知道我哋幾時會各走各路。不過喺呢一次旅途，我哋都選擇咗一齊走。我都想做單車手。你想做單車手啊？你返大陸做嘢算啦。你呢？我覺得我想去外國再進修下。之後，我哋又遇到一位拉麵店嘅老闆，話要報恩，老闆係都要請客，仲話我哋一定會食過翻尋味喎。其實只係一碗好普通嘅拉麵，只不過嗰陣時，我哋都覺得佢係全日本最好味嘅拉麵。夠食啦！どう？美味しいかい？助かったよ，ありがとうね。電波少年呢一套電視節目啟發咗唔少愛冒險嘅年青人，而我哋亦同好多人一樣，細個就想變成電波，踩住單車，夢想環遊日本一周。只係估唔到，我哋幾個踩下，有人踩咗返中國，有人踩咗去英國，有人踩咗去天國。Victorinox